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18。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安尼讲：各项事，我因为福音来行，是互我通3角有份伫福音。3角来祈祷，互阮3角有份伫福音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气力，阮的堡垒，是阮拄着危险的时的避难所。主啊！你是阮福气的源头，因为伫你有永远的福分甲活命。我免用世间人来报用你奇妙的所做，也要宣扬你救恩的伟大。主啊！你以爱万人得到救，无愿意一人沉沦。你以爱人亲近你，无爱人偏离正路来得罪你。你用你无比的疼来疼我，就是用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体恤我。这个阮一世人也行袂了。愿你帮助阮，伫各项事因为福音来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赏赐咱上大的福气，就是将耶稣基督来成做咱的体恤。这个福分是咱一世人行不了的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伫各项事拢因为福音来行，互咱通甲福音3角有份。耶稣听你，赐你